今年咧係 Hot Toys 嘅第25週年，繼3月份喺啟德開設嘅新店 Power Gate 之後咧 ，Hot Toys 咧而家再喺屯門市廣場開設咗新嘅概念據點 Secret Base Hub， 喺10月1號咧正式開幕。新店嘅特色咧就包括有一個1:1嘅蜘蛛雕像啦，有一個迷宮飯主題嘅打卡位，同埋有一個24小時運作嘅 Cosby 自動販賣機。呢一個 Cosby 嘅自動販賣機咧係首次出現嘅。一如既往啦，新店開張咧就會有好多嘅新商品同埋限定商品，其中包括咧10款全球手法嘅1:6人偶。我哋而家咧就即時嚟開箱其中3款各400套嘅限定現貨。首先咧就有 MMS 830D76 Iron Man Mark 4極地幻彩幾何版啊。繼上次啟德限定嘅幻彩幾何版之後咧，今次 Hot Toys 咧就再玩咗少少變化，嚟咗一個極地幻彩幾何版，喺保留咗電鍍塗裝同埋菱面幾何外夾嘅情況底下咧，今次改成咗極地白金配色。我自己咧個人咧過去就好少會買特別顏色版本嘅 Iron Man 嘅，但係上次咧其實我已經對幻彩幾何版嘅外夾咧有啲興趣噶啦。今次咧再換埋呢一個顏色，啱啱好咧就中咗我嘅喜好。再加上咧今次新店開張咧有現貨啊，唔使預訂，哇，好容易咧就令人一唔小心咧手機就咁嗶一下咧就開開心心咁帶佢翻屋企啦。外夾咧喺燈光照射底下咧極地風格嘅銀白色咧會漸變成為紅光彩色，成隻 figure 咧閃靈靈咁樣咧非常之吸引人嘅目光。呢隻 figure 咧仍然會有 Iron Man Mark 4所有嘅特點，包括咧胸甲底下嘅細節啦、擾流頂風翼啦、全版發射換裝等等，仲有一個新嘅 USB-C 供電發光地台。作為一個獨立嘅展示作品咧，呢一隻 figure 咧係一個唔錯嘅收藏嚟嘅。佢全球限定2500套，佢嘅價錢係港幣2680。我哋頻道俾佢嘅評級係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跟住就有 MMS 831狼人嘅啡色戰衣，喺電影 Deadpool and Wolverine 裏面登場短短幾秒嘅一個狼人變體造型啊！電影嘅概念設計咧就係由 Marvel Studio 嘅 Director of Visual Development Andy Park 咧操刀嘅。但係如果要追溯翻呢一個造型嘅原型咧，就係漫畫家 John Byrne 筆下經典狼人嘅戰衣造型嚟嘅。電影裏面對決 Hulk 嘅一幕咧，更加係致敬咗1987年 The Incredible Hulk 第340期嘅封面。起初咧我就係諗呢一個登場短短幾秒嘅造型 Hot Toys 可以玩到啲咩變化咧？同上次嘅狼人黃藍戰衣可以有咩分別呢？冇諗到咧，今次除咗新戰衣咧，仲有新頭雕同埋一個有趣嘅小配件。首先呢一個面罩頭咧喺電影裏面係冇出現過嘅，之後喺概念藝術裏面咧又被設計出嚟。同黃藍戰衣嘅面罩頭比較咧，唔單止係顏色唔同啊，上面嘅黑線細節咧都係完全唔同嘅。替換嘴型咧，今次只係俾咗2款，但係嘴型嘅尺寸咧同上次嘅有少少唔同，所以2款 figure 嘅嘴型咧唔通用。真人頭雕方面咧，2個頭雕嘅髮型咧完全一樣，但係表情唔同。新頭雕嘅表情咧完完全全就係為咗電影裏面嘅嗰一幕去做，我認為咧做得相當唔錯嘅。但係呢一個頭雕嘅雙眼咧就只係比較適合擺翻電影裏面嗰個角度，如果用嚟直視前方咧就會顯得有啲水汪汪太可愛嘅。另外有一個好有特色嘅配件咧就係一個有 Hulk 倒影嘅狼爪，都幾有趣嘅。今次手型上面嘅爪同上次嘅相比咧，上次嘅色澤咧係啞光色，今次咧就係亮面，視覺上差別都幾大嘅。整體嚟講咧，今次呢一個啡色戰衣同上次嘅黃藍戰衣咧各方面差別都好明顯，絕對唔係一個單純嘅改色產品。差別之大咧令我覺得咧佢係一個獨立而且完成度高嘅作品，完完全全咧係為咗登場幾秒嘅畫面而設嘅。但係如果同黃藍戰衣兩者只能選其一咧，咁啊當然仍然咧都係會揀翻黃藍戰衣嘅，畢竟嗰個咧先係主要嘅造型。呢一隻 figure 咧全球限3000套，佢嘅價錢係港幣2130。我哋頻道俾佢嘅評級係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
跟住最後最特別嘅就係 Hot Toys CMS 027 Miles Morales 異形大戰復仇者戰衣 AVP 異獸戰啊，大家可能聽過啦。AVA Aliens vs Avengers 大家有聽過未呢？ AVA 咧係2024年至2025年連載嘅漫畫，故事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個被異形入侵嘅 Marvel 世界，異形嘅酸性血液寄生繁殖同埋極端嘅適應性咧，令到佢哋變成咗復仇者前所未有嘅威脅。其中 Miles 咧係一次同異形嘅近距離交鋒裏面咧，一隻 Facehugger 抱面體咧試圖寄生佢，咁呢個時候咧就揭露咗原來 Miles 當時身着嘅戰衣咧係 Venom 共生體嚟嘅。Miles 嘅 Venom 共生體咧就發揮咗作用，吞噬咗抱面體，意外咁樣形成咗一種異形共生體嘅混合體，將兩個世界裏面嘅寄生生物融合。呢一個設計咧非常之有諗法。Miles 結合咗呢一個異形共生體之後咧，除咗本來嘅蜘蛛感應、隱形、電磁脈衝等等嘅能力咧，新戰衣咧仲令佢得到咗酸性、抗性、大腐蝕性嘅酸性蜘蛛絲同埋更強嘅生物感應，令到 Miles 咧成為咗故事裏面對抗外星入侵嘅關鍵。今次呢一個戰衣咧有黑白嘅配色，身上面有一個巨大嘅抱面體圖案，另外有一個紫色嘅蜘蛛圖案咧可以磁吸安裝到去胸口上面。揀神配件咧有3款可以替換，今次最特別嘅配件咧係一隻帶有紫色蜘蛛圖案嘅抱面體，上面有8隻可動腳同埋內藏鐵絲可以咬造型嘅尾巴。抱面體咧可以吸到去佢嘅胸口上面，亦都可以用上面嘅可動腳咧去捉住佢嘅身體，配搭上異形殘骸配件同埋地台。今次呢隻作品嘅玩法咧都幾豐富嘅，唯一奇怪嘅係咧今次支架咧冇俾到蛇架，咁啊蜘蛛俠咧應該任何時候咧都要配搭住蛇架嚟玩嘅。異形結合蜘蛛俠呢個概念咧非常大膽，但係咧又出奇地好夾喎。呢一隻 Hot Toys 咧全球限定1500套，佢嘅價錢係港幣1780，我哋頻道俾佢嘅評級係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有關更加多新店開業嘅限定禮遇咧，大家可以睇翻下面描述欄裏面嘅資料。最後咧，再嚟講少少題外話。今次呢一個新店嘅活動咧，我大約係9月17號咧先收到個通知。但係其實咧，原本呢一個活動嘅日期咧，我係計劃咗咧要去韓國旅行慶祝我屋企人嘅生日嘅。咁啊喺我考慮咗好耐之後咧，最後都係決定臨時買個機票，重新訂個酒店，先至能夠促成咗今次呢一個拍攝，能夠完成今日呢條片咧，都好多謝我屋企人嘅體諒同埋配合。咁啊，接住落嚟咧，短短喺香港停留2日嘅時間咧，我又要再次出發啦。我嘅下一條片咧，將會係一條同玩具有關嘅 vlog 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啦。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開箱同埋玩具情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